多谢后边的音效，非常有风台天的感觉。是哩，咱这集就是要来讲风台天的故事。这是啥物啦？风台天，他们破去啊，不是？你的故事爱解说一下哦。无啊，我就是音效，大家就迄种感觉。嘿，这是风咧吹，还拍着窗仔门的感觉。毋是，迄是落雨。迄是落雨，伊咧拍我窗门的感觉。嘿啊，啊，个就是迄外口的迄水，哎呦，水抓出来啊！会听着，比如咱现场已经淹水咯。这是啥物4D 的体验了？伊个毋是 3D 啊，是 4D。啊，迄水啊，水会走出来啊。对对对。啊，个就是去楼顶看着啊，淹水啊，就安尼啊。啊，你有感觉规个就是迄个总风，迄个情景拢走出来。情景拢会当想象出来。咱开场就才会到。我感觉来这部即摆风向是愈来愈奇怪呢，因为有听友的支持，所以咱愈来愈奇怪。好，咱等下就是要念真济批，咱要讲真济，到底啥物款的风台天的故事，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开拍嘅节目，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，我想要配合你。多谢。会使会使啊！你的喘开点是咪？真趣味。然后免我甲你讲，阮即摆是有淡薄仔忝，有淡薄仔喘，因为拄则发生一件做白痴的代志。真假？阮两个笑一个笑到无法度喘开，笑到目屎流出来啊！因为即礼拜啊，咱节目播出的时阵已经铺图铺了啊，想讲即个月是一个较特别的月份，所以阮就想讲做啥物代志拢爱一个存好心，做好代，做好代。啊，搁一句是啥物？存好心，做好代。食好物啊，无啦，想要食。就是阮就想讲啊，即个月发生啥物代志，阮拢感觉讲无啥物意外啦。毕竟吼，阮的迄歪歪去互食掉去，所以想讲，这一切无怪的状况拢是正常的。结果阮拄则是想讲奇怪，迄个设定啥，这电脑完全无声，到底啥物害去？就是啊。对啊，阮就搁伫遐搁切东切西，啊口槽伫遐换来换去，物件伫遐敲来敲去，结果无半步想讲，啊，阮搁一直看迄台机器，想讲，那安尼也是倒位无切好，伫遐想半步，结果咧。原来是你讲啊，咱迄麦克的线无插起你。结果白白就问讲，迄麦克无插线。阮两个笑甲昏昏死死去，倒甲伫边仔笑呢，真是笑甲伊笑甲流目屎，有够暗的啦，有够暗的啦。你家边仔看是不要甲我斗看一下啦。我有发现啊，你有发现啊？毋甲我讲，我是嘛是尾仔才发现的啊。你安尼听友的技巧。袂啦，咱嘛是有顺利来录音嘛。对啦，有顺利录音就好啊。伫咧念即个风台天的批进前啊，咱要甲咱顶解无讲了的物件继续讲互了。你感觉会记要讲啥？要讲咱的听友伫倒位？哎哟，你想啊？我想我白边多谢。咱主要这是你爱念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英语我袂晓念。什么英语？好，咱先来讲台湾，台湾我念啦吼，国外代表你啦，好不好？好。咱88.6%，趴哟，你是讲趴还是%？趴就好啊。你有听过%无？嘛是有啊。哦，好啦，88.6%。有够歹念，88.6%拢是台湾人，啊，过来有4.2%的美国人，美国的朋友您好，你好。啊，过来有1.6%的香港人，香港人您好，搁有1.4%的日本人，日本国，ダメ，ごめん。安尼你拄则香港是爱讲你好啊？啊，大家好啊，是爆毛，那是 K，sorry。安子谁？什么你哦？啊，过来这啥啊？我毋知这啥，等下你念。第五名、第六名、第七名你念哈？敢有需要念到后边？无要紧啦，不管啦，我要来讲台湾的部分。来，你又看卖，咱全台湾。啊，毋是讲5、6、7要互我念？啊，你姊妹先念了，对啊，无你先念，就做伙啊。好来，第5名是 Germany 德国的朋友，德国的朋友你好。嘿，第6名是 Canada 加拿大，干嘛呢？加拿大，加拿大。你这是 Canada， 你是咪偷搞没？
好，过来，过来是 Australia 澳洲的朋友您好，澳洲朋友你好。嘿，这我就是是要学无尾型的部分，哈，什么？无得记。无尾好，来，你又看麦，伫咱全台湾上济听友的所在是倒一个县市？阮桃园啦，桃园的朋友，你想爱等到桃园代表，桃园代表，桃园是，我看一下哦，歹势无哦？哈，无，恁桃园连7名，阮家厝前7名俩，恁桃园连7名拢无啦。桃园的朋友，是检创啥？讨一下好无？等，桃园是是哦，桃园是你甲我看好详细哦桃园是桃园 ，yes，桃，T A 园， O Y U A N， 是，桃园是，是，桃园是第4名，你歹势啊？哎哟，歹势桃园的朋友，咱真公平哦，歹势，我毋捌字，希望后回咱会当总入来前3名，前3名，前3名有，钱心前一个呢，哦，前3名就对啊。对，好，啊，恁第4名，过来中华咧，阮中华无半名，送啥？伊就送听到没？笑一笑听到没？我都录音，伊今天是笑一个松甲，我伊毋知创啥。来记来，这回无流目屎。好啊，过来，咱先来看第5名好啊。好，第5名我甲你讲是高雄，哦，高雄的朋友您好，过来第6名是台南。台南的朋友您好。这第7名互我做意外呢，意外我想袂到第7名遮的人，我就是因就是上班做无聊，因一定一直听 podcast， 结果无呢，因的人足少的，嘿，才3.3%尔。是哦，对，互你又看卖迄个管市，无因咧上班来就是先得，你毋是因为风真头，你是因为无用你上班的部分。对，我想的是工程师的部分。哦，对，就是新店，因为我想讲工程师上班的时阵，因为我熟悉工程师拢不离啊用，嘿，对因拢会就是拿分心，因为非就是因随时拢会使做工课啊。嘿啊，啊，过来因就是拢会挂耳机，所以我想讲就是新店人应该是较侪人就是伫听 podcast，哦，无啦，来咱来要前3名啦，见人。我已经甲你讲4个县市啊，前3名来要一个啦。第1名一定有台北的啊，对无？听众朋友，恁到底是念台北还是台北？对啊，来甲我分享者，我是台北派的啦。我嘛是台北啊，台北，台北，但是变调都爱讲台北，对啊。啊，迄第8条我无到去哩，所以就台北，台北，伊毋是第8条啊，台北市，伊是台北。好歹听。好啦，第1名就是咱台北的朋友啊，台北的朋友你伫倒位？嗨，会因占咱所有听友的56%的。敢有可能是因为飘来北部做工课？我嘛毋知呢，因这收听是照你收听迄个所在的地区，还是照你家己个人选的？像我个人就选我中华，应该是有中华的才对啊。好，这第2名甲第1名2个，迄数量真差有够济。啊，第2名落落来，对，第1名是56%对无？第2名是偌济你知无？36%。8%，4分1尔。啥物啊？对啊，4分1是30字，就是数学无好，无记得数无好。第2名是啥？新北。对，你知知？偷看答案无？啊，就人数真2名。新北市的人大部分拢是爱来台北市上班嘛，所以我想讲，就是因伫上班迄个通勤的过程当中，因可能会听 podcast。哦，结果竟然才占8%尔呢！新北市的朋友较拍拼的很，对咩？听朋友，你若是住新北市的，建议恁新北市的朋友做回来听阮的 podcast，敢好？好，过来第3名，又一个。台中。你知？你有读过答案吗？无算啊，无算啊。我想讲有迄台北、高雄，安尼应该有台中。哦，对啦，阮台中就是安尼中啊啦。另外我嘛是台中，毋过我就讲台中。对，阮是台中诶，中华台中诶。哦，好，中华甲台中无共款啦吼。对啦，阮求他呢偷啊，阮台中中华拢是中部啦。台中，你做话你到底？然后没有你有听出来哦？以后恁下批来袂使讲黑白边哦，你爱讲白边黑边，因为白边做要义就是伊的名有可能偷钱。你看连这种无说字讲出来话，伊嘛会当注意到。好，咱这个台中的朋友就是6.8%占第3名。咱7个县市就安尼，请问其他无叫到的县市，恁伫创啥？
我就是讲，可能是0点的呢，我就是讲我全台湾拢有听友呢，应该是有啦，啊无可能但是迄数量伤细啊，数量伤细哦，啊就无全部排落来啊。哎，那以后就是要办迄环岛的见面会的时阵，就某一个管区无听友要安怎？无听友，安尼就是别个关系无咱就扣过来。咱就网中再上会啊，阮就袂去，阮袂去环岛见面会啦，恁想伤济啊，来国外互你啦。着国外，我看者哦，来国外的朋友恁好吼，咱出美国的排名，你食要互我迄个吼？你是去食着我的喙暖，叫我话着。无，听没有？伊有食着我的喙暖，无食听没有？伊食我的喙喙暖，我是无食你的喙暖，我无像你安尼，较正经。好来美国的头名，啊，话你约看卖好啊。我毋知，我毋知美国有倒位，上出名迄几个，上出名迄几个，我无爱约啊。吼你安尼，头我拢约较济。毋知影的人去听 NG 啦，不爱听。你直接甲迄念念好，谢谢哦。好啦，第一名是 California 加州，加州的朋友你好。嘿，第二名是 New York， New York 的朋友你好。我无收过加州的迄光批呢，光批。听朋友，恁若是有迄 New York 的啊，加州的朋友啊，会当写批来。我想要迄实体的批，伫国外拢好啦。对啊。阿友讲的迄有一个批弄啊，一个想啊，我手落来啊，抽起来迄种诶，想要享受迄足济批人景诶。我先扛出一张纸落去，啊，就是抽起来，啊，个手其实已经订好啊，就是迄张加州的批。加州的朋友写批来哦。好，过来。好，第三名是 New Jersey。你讲就是甲河南共款迄个名，迄个你知影路边有一个安尼面顶下骹看看，迄啥？纽泽西护栏。我无听过。是哦，你毋知哦？我毋知。哦好。第四名是 Washington， 华盛顿。是第五名是 Virginia， 是的。应该是维吉尼亚。维吉尼亚台语要讲维吉尼亚，敢是？敢是？差不多啦。好，过来。第六名这有淡薄困难性。对啊，我来试看卖。好 ，Massachusetts。马赛。我头拄有去 Google， 嘿，迄是马萨诸塞州。好，安尼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家己去 Google 一下，你的 Google 是安那是一个 Google， 是有录音的 Google。啊，第七名，还有第七名，嘿，第七名是 Texas 德州。Texas 是你讲有迄小的迄个德州，有迄煎鸡迄个煎鸡，对，就是迄个。我想我确定就是毋是迄个德州。是。好啦，咱遮个听友啊，阮还未收到国外来的批。阮讲，咱今年收到迄个名仔是德国对无？对，敢若一个德国的朋友尔。其他的美国朋友啊，美国朋友恁占遮多数，我只想要收到你的批啊。我想要收到迄邮票顶悬啊有登迄恁迄美国的迄印啊。哇！我一点破文破汗都甲恁破甲安尼冰冰冰冰安尼，啊！伫咧翕起来，伫咧 tray 面顶，不是 tray，摕放喺主管的面头前。对，甲伊讲你看啦，阮的听友就是美国来的，安怎阮就是有听友咧。嘿啦，对啦，规世界拢有。到底是演啥？好，安尼咱拄则经过迄冰冰冰冰个现场饮水，而且我讲听朋友，阮伫咧录音的时阵，录到一半个地动。哦，对啊，小大安尼，惊。对，先说问大家一件代志。恁敢有法度听到，就是地动进前有一个声，就是涂骹伫叮当的声，自细汉到大汉，叫是全世界人拢听会到。结果拄则伫咧办公室讨论，才发现讲，毋是大家拢听有呢，少数才听有啦，可能声啊较好。我叫是大家拢听有，对。听没有？恁若是听会到这地动进前有一个声，还是讲你会当闻到落雨进前有一个味？落雨进前有一种味。对，还是讲有啥物奇怪的特殊功能，拢会当来甲阮分享。对，即摆是特殊的在个。对，我想要知影。后回主题。你真正毋是伫咧厝面顶看到一个，你个打互我看。好。你甲我讲，你看我嘛会晓啊。你会晓插着，佫会晓。听没有？就是你甲你讲，你找着啥？就是我找着一个名称，对，就是一个艺人啊。伊就是讲，伊会当就是喙合起来啊发声安尼。哦。即种声。你就是 A M， 你拄则迄个动作就是 A M， 你知 A M 是啥？这我网家人物。我知。对，你就是 A M 内底只叫的。
安尼我欢喜还是爱艰苦咧？你迄个欢喜的时阵有一个音，笑亏的时间就到遮吼，咱过来说的是正经的时间，对练批爱正经，知无？严肃。严肃，好，好，第一张批是台北的土啊写来，后边白边平安，若像真久无听到恁念批，顶回看到新一季要开始的消息，真替恁欢喜。这回主题是风台，拄啊好最近就有风台来，看到新闻报道中南部的灾情，实在真替因烦恼。我有一寡朋友嘛住伫高雄、台南、屏东，虽然有一寡家具因水害去。但是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啦。这回北部受到风台影响较细，毋过嘛因为农业伫中南部的比例较悬，所以去菜市啊看到菜价真正是会惊到，有影是菜金菜土，介绍起起落落，对逐顿拢家己烦恼的我影响较大。加在我姑姐伫台北讨趁，一人饱着规家伙饱。并大煮嘛会当暂时食泡面度过风台天。另外，我有一件悲惨的故事要分享，就是阮兜的来福，伊是我饲的狗，陪伴我伫台北拍拼。逐工阮一人一狗拢会去散步，也因为安尼，无毋对，风台天嘛爱去散步。我甲带去门口，互伊看外口安尼透风落雨的天气。希望伊会放弃出门散步的想法，结果伊走去甲我买的迄领雨衫加出来，我真正是要昏去。过不离中，我嘛甲我的落雨天装备雨衫、雨鞋穿好势，要踏出门时，心内想讲风遮尔透，伊应该真紧就想要转来啊啦。唉，代志总是甲咱想的无共，真正悲惨的来啊！我一脚踏出去尔。阮兜来雨就开始向外口冲去，险险扛袂牢呢。这只狗安尼欢喜四界撞，主人我早就已经是规身躯淡，已经分袂清是苦水也是寒水，或者是我的目屎啊。以上就是我的分享，多谢。白白你真投入呢，你真投入这个角色是。我是讲，头前迄个故事看起来安尼，做无聊安尼吼，无啦，真平常。就啊，就是足平静的，想讲哇，这个安尼无迄起起落落，感觉讲安尼录起来可能就是无啥物刺激的部分。结果精彩伫后壁。而且你有发现，就是迄伫咧，迄就是社群平台面顶，大家就讲。千万唔通去查坑，对，每一个人拢抛出风台天查坑，够一个呢。足趣味的，高高水的，小高水的呢。我看伊穿雨帽，伫遐冲冲冲啊，撞伫后壁雏影，对，雏影，哇，真正是悲惨。好啦，以下就是开放迄网友恁来分享，讲就是恁会带狗出去穿雨帽雏影的相片。我嘛要分享讲阮兜遐个灾情。好，因为我住伫迄上关楼嘛，阮楼尾顶就是有迄排水坑，结果迄排水坑塌掉咧呢，太了要去清啊。对，我就是容易困，你嘛知影我休困容易困，我想风台天要上班，困规工，叫困困，想讲啊，巴肚枵去灶骹食物件。阮兜内底咧落雨咧，像那嘟嘟嘟嘟嘟嘟滴安尼，想讲哎哟，啊，冲去楼顶看，我你讲，迄水已经淹骹目啊！哇，骹目你知伫落吼？我知，遮悬安尼，我紧啊扫出来，啊，水安尼，落去啊！所以恁兜灶骹都无咧滴水啊？对啊，但是你嘛是爱去渗水啊，因为伊已经流落迄内底啊，伫迄塑胶迄天棚面顶啊，所以就是爱等伊水流了啊。啊，就咱是我咧讲，迄是阮三楼咧种花，三楼咧种花，三楼诶来阮楼尾顶种花，种几排。啊，因为迄花平常时飞诶时阵拢有迄土会落来有无？啊，阮迄边诶土就比别人隔壁间诶土搁较济。啊，所以排水坑就积掉咧啊。无怪。我真会昏倒呢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去你扫水诶时阵哦，伊迄装花诶遐个物件，伊有用迄世界杯啊，是讲迄扩甲创啥？迄个杯呢？迄全世界安尼飞，敢笨手安尼一直飞来飞去。对，是我伫遐扫迄排水坑，去遐笨手拍着无？危险诶。有啦，有去拍着，但是好你加在迄软软啦。迄若定定我可能落去拍人啊，无讲笑诶啦，我落去甲伊沟通一下啦。啊，阮兜隔壁迄水塔飞走。飞走，恁水塔飞走，我咧讲阮遐更较厉害，阮冷气飞走，冷气飞走，过来扫水扫出来，我就继续困嘛。啊，困了想听到对面那，砰，啊，想创啥你知影？
结果想讲拍开来看，想讲奇怪，安怎有人伫塔门遐？嘿，结果好笑，迄破一空，阮迄社区的迄社群，对对对，伊的迄就是外口迄热乎的喔，就是迄汤渣好渣，对好早汤羹的迄种迄有一个所在破一空，我想讲啥物件？哇，遐落安尼啊，迄风台吹咧就破去，安尼迄间毛吹起，结果尾来迄社群啊，阮迄社区有一个群组，因有人传讲有人会冷气，迄室外迄台落落来，惊着呢。好，而且伊是落伫咧路中呢，若是人对遐行过毋到。哦对啊，真诶，风台天吼无4000万，真正莫出门哦。就算你有4000万，若是去互伊牵着，有钱嘛无命通开。我甲你讲，是啦是啦，所以吼厝上安全啦。对啦对啦，就是真正是风台诶准备，迄心态一定爱有。而且即摆就是7、8、9月时阵，风台是上济。对啊，对，而且地动以后那个风台哦，愈严重。土质会较软较松。对啊对啊，雨安尼强话就就崩山。雨落雨啊，就变软软啊，佫地动。对，安尼严重啊，恐怖恐怖。好，再来咱来讲一个，就是第二张批换你念。对，咱再来讲一个，就是心情较沉重的批。沉重，嘛是共款是一个风台天的批。来，念批较严肃吼。好，这是万里的阿芬写来的批。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芬。听到即届投稿的主题是风台天，我拄好伫咧即届风台天发生一寡代志。虽然可能是实体的灾情，但嘛是算是一个特别的经验。即届开辟风台来的时阵，是我提出勇气分手的日子，结束一段要4年的感情。外口的天气袂输是我的心情同款。自细汉我伫亲情斗大汉，我总是甲家己的心情藏起来，因为我知影我毋是亲生的，袂使有情绪，袂使囡仔性，用生活变做一个被动的人，嘛无啥会去要求别人，甲别人深交。顶个月是阮公司员工旅游。阮男朋友嘛甲我做伙去，出发的前2天爱交护照互公司的人，结果伊摕护照互我以后，我想讲啊无来看讲阮男朋友进前去过啥物款的国家，所以发现伫咧交往的期间，伊偷偷出国2摆，为了回去找迄当阵阮2个讲话的记录，伊确实有减少联络，一摆甲我讲伊人伫艰苦，一摆甲我讲伊带因爸母去台中找朋友，我心内感觉足奇怪的。但是我无开喙甲问，因为想讲明仔载就要出发啦，差这那像嘛无啥效。员工旅游迄5天，我嘛是正常旅游。回来以后，其实我有认真想讲要安怎去讲这件代志，但是毋知影要对倒开始。结果伫咧我甲伊开讲的时阵，发现顶个月我骨头憋起的代志，伊完全放袂记哩。重点是我阁甲伊讲过2摆，迄当阵我才想讲，我家己敢是啥物无重要的人。我讲过的话，就连阮男朋友拢无咧听。我才好好啊想讲，这可能是一个分手的机缘。后来我提出分手以后，伊佫甲我讲，伊要甲我好好啊讲，叫我莫冲动。但是我甲伊问讲，伊甲啥物人做伙出国？伊煞甲我讲，当我无生气啊，伊才要甲我讲。自从伊讲出即句话以后，我就知影，阮2个无可能啊。若是伊无袂记哩我骨头的代志。我可能会阁继续忍耐落去。外口的风雨袂输是我的目屎。虽然我住的所在无啥物灾情，但是我的心内可能是互强烈风台扫过的威力。唉，目前算是处理好结束啊。不离个阮朋友嘛，因为这件代志气到要死，气我艰苦拢家己吞腹来。但是我想讲，可能是个性的关系，我感觉家己是真理性伫处理这件代志。毋知影黑白变感觉的，上尾希望大家拢平安，袂去拄着我即款的代志。多谢。我记载袂掉，念批两个咁起笑啊！哪都安尼啦？嘿啊，为啥要甲人讲？你讲我都接受，我无办法。伊安尼讲有算理性，我安尼感觉这毋是理性呢。这就是我感觉这已经是心吗？对，我感觉已经迄心活甲一个阶段的心安尼啪登去啊，对啊，无迄个情绪去考虑啊。嘿啊，这无理性啦。阿芬啊，你这毋是理性啦！对啊，你委屈家己。对啊，是咧想啥？而且啥物叫做叫我莫生气？才甲我讲，我想无伊甲我讲啥，我会莫生气呢？你讲看觅，恁男朋友就是甲你骗，啊，你去互掠掠。你哪知我有男朋友？我问讲你想一个，你假一个，我即摆情绪伫咧，你莫掠到遐哦。哦，你较冷静一下。你毋是阿芬，咱爱加入即个角色内底啊。听众朋友甲咱分享，就是咱要用咱的情绪来甲因分享者。
哦，所以你佮问一解，我问你讲，就是恁男朋友讲出啥物款的理由，你会当接受？你讲甲别人出国的对，意思偷偷哦，啊出国啊，无甲你讲，啊，佮用别个理由甲你骗。别的理由甲我骗，我感觉骗人就是毋对的啊，对啊，我想无啥物理由会当，就是互我接受呢。对啊。其实我拄则已经，我毋知为虾米伊遐讲等阿芬莫受气，才要甲伊讲，阮朋友甲是我讲，毋是讲出来受气？毋是阮朋友甲我讲，伊理由还未想好啦。哦所以伊先讲一个就是无可能的，因为叫你莫受气是无可能的嘛，嘿啊，对啊。啊，我拄但是无一定，若是带厝内人出国咧，带出来的人出国，谁爱骗？我嘛毋知呢。就算讲伊无要带出去，好啊，无要紧，你就算你甲我骗，啊，我今日已经想起要甲你分手啊，你要甲我解释无？哎呀，爱解水啊，对啊，你有解释才有。机场者，你看，真激动。那弄倒啊呢？你看，就是你要甲我解释啊，重点是你骗的准拄煞，今日甲你问，你阁无要解释。嘿啊，我真正是想无到底有啥物理由会当甲我讲了，我会原谅伊的。就是即个男方，我感觉伊无随解水，所以伊就是对即段感情可能嘛，伊讲伊做珍惜即段感情的，但气者。男方的讲法对啊，所以伊讲叫伊好好讲啊，莫冲动啊。伊个讲吼，伊无法度当面甲伊讲伊会哭，这我是无念出来，这是听种朋友甲我讲的啦。对啊袂，使袂使，我感觉无法度安尼分手，我拄则已经气一个，就是你拄则甲个印好了，我就是想讲非得，因为你还未看嘛，因为即张是我念的，所以我想讲，我直接甲你问你迄个反应较真实，所以我拄则先去问咱的，就是一寡查某同事，我问讲因有啥物款的理由讲出来，伊会当接受。无啦，无一个还接受的啦。对啊，讲白贼就是毋对。有一个人讲着骗讲去出差就好啊，但是伊袂骗讲伊无出国。哦，比如讲你可能讲要甲兄弟出去佚佗，还是创啥，是讲惊甲厝里的人出去啊，无带另外一半去，伊可能感觉讲恁兜的人是无介意我，或是安怎？即种啊，我会当理解啊。所以你就是先讲你人伫国外，啊，你若是有问题，到时阵以后拄着时阵咱才讨论。但是尽量就是莫欺骗啊，我感觉就是嘿啊，先困到底啦。对啊，你看着像咱两个，老实，就像咱两个，咱进前有当时要创啥，我无法度去，是怎？我会甲你讲，我想要去一个所在，啊，我连刚才甲你讲，但是我会先甲你讲，我今日要请假是创啥。我感觉这是无论是男女朋友，还是朋友，还是讲所有的人甲人伫斗阵的时阵，其实就是一粒先困的心，是，咱就是用一个上真实的状态，甲别人去斗阵啊。就像进前毋是有一个网友写讲。伊甲因朋友斗阵的时阵，因两个讲话的方式，也是讲啥物，伊袂去共拒绝创啥。讲真诶，咱就是爱离开，互你就是状态无好、情绪无好的人。对啊，咱今日毋是讲即个人无好，也是安怎，但是咱今仔日爱是徛伫家己的立场，对啊，你爱先替家己设想，莫互家己委屈啦。即个世界、即个天地、即个空间，才会为你来设想。有道理。对啊，离开对你有毒的关系。咱有讲过啊，人的缘分有长有短，有深有浅。咱今日就是即个车站到位啊，咱就是落车。会记你讲即个旅程当中，咱会快乐就好啊。嘿，对啊，无你就莫就是做伙啊。你今日拢无注重家己的心情，啊，拢甲家己的心。愈来愈无快乐啊。对啊，而且就是你安尼哭哭等，还是讲创啥？我干那安尼听尔，我就叫要起笑啊。我也是莫交男朋友好啊，我18岁尔，我交男朋友叫阮老母拍。好，你是莫交。咱两个就做伙啊，咱听没有来节目的到遮，无说是讲出阮两个感情。阮办公室袂使谈恋爱，所以主管你拄则啥物拢无听着。嘿，请允准我拒绝。我就是你讲我惊着咧，你讲较紧诶吼。我就是你讲请允准阮来结婚。你想远啊！好啦，好啦，咱用一个轻松的态度，就是结束这段批。但是嘛是希望讲阿芬你会当就是赶紧好起来。对对啊，加听阮的节目，听阮伫遐嘻嘻哈哈，可能会听听会做袂爽啊。我嘛毋知听听心情会爽还是袂爽。好啦，以下开放网友来，恁就是看恁是要伫咧 IG 私信，还是袂种也私信，还是恁要阮的迄下骹的表单回批，你甲阮讲看觅有啥物款的理由，你会当接受讲恁的另外一半，就是甲恁骗偷偷出国。回联机来啊！安尼即款音效可能有够啊，但连这回联机拢是真实的回联机的，安尼飞来啊！咱出国是要爱逼逼啊，囥的惯行李。好啦，莫讲我这。听到没有？恁看，阮的批就是遮尔啊自由自在，对风台讲甲感情，恁所有的烦恼拢会当来甲阮分享。阮就是希望讲，就是恁听阮的节目，咱像你听讲恁朋友伫你边啊拍蜡凉，用台语来陪伴恁的生活，互恁浸伫即个全台语的环境内底。是，好，今日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
你啥谁要回事？咱已经练4年啊，你得练我的，你嘛无到。我想讲当时咱的台词对换超工的啊！你之前讲，人会使开场叫你到对换，我袂使叫你后壁到对换。你爱先甲我讲啊，袂，对阮就是要无？即种的 surprise 啊，好，无说啦，好啦，记得好，我讲完啦。啊，袂啊，你袂讲啊？有声音的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的努力。毋知头壳内底无啥物物件美国上出名就这啊，啊？你讲手机啊？一个苹果，这该使讲啊，这该使讲啊。啊有啊，因为咱有 Apple Podcast，苹果啊，对无对？New York 啊，我就是华盛顿，就是苹果落落来，伊是臭球啊，啊苹果落来起着台是 Newton，厉害啊，厉害啊！好啦，认真你家己认真讲。用念，你今年呢？好，这节目会当较紧结束。头一名是 California，嘿，加州加州 California，哦，第二名你讲有是迄 kiwi 的迄个所在，迄是澳洲，kiwi 鸟啊毋是，kiwi 鸟，kiwi 我刚讲的是西芥果，毋是西芥果是百香果，高头个啦哦，你是，这到底会当用无啦？哦，变头壳歹去，无紧咱嘛加落啊。听下面讲咱 NG 伤少，无咱甲这加去 NG 好。好，第二名还有一是个 New York，但是我甲伊问讲，你甲什物人出国？伊煞甲我讲，你迄个，我咧情绪来的时阵，你甲我哇，阿辉啊，你安尼无理性啦！你就像这就是一个吸引力的宇宙的吸引力。你甲宇宙下订单，下你